937Samyutta 37江英37这里是 Matugama Samyutta Matugama 是 womankind 查某啦關係嘅查某啦37.31พุทธ嘅地主講ภิกษุ們查某有5款嘅力啦係咪5款水嘅力好嘢嘅力親情嘅力有囝嘅力有家嘅力這裡5個有這裡5款嘅力ภิกษุ們查某大啲處無驚這邊我幾歲幾粒頭先พุทธ講若是查某有這裡5項物件伊心真正大啦伊這5款嘅力頭一個是水嘅力伊講伊面水也是身軀水伊就感覺真正係咪啦真正爽啦第二款嘅力是好嘢嘅力有查某好嘢伊知人袂看衰伊因為有女這個是第二款嘅力親情嘅力合久親情較要緊合久嘅人伊人是愈隨事愈要拍一個人伊親情你坐呢就隨事較愈啦你茫當伊你當着伊呢親情就隨事較愈所以親情嘅力真要緊還有囝嘅力這合久本較要緊當今較無要緊合久嘅人伊愛一個囝了伊囝伊老了伊囝會顧伊會做伊嘅工咩啦做這產嘅工或者啥物工伊人合久嘅人愛囝較濟大埔嘅囝佢愛較濟啦當今嘅人變了當今嘅人無啥物愛囝啦加這個戒嘅力就講有禁戒啦無做惡啦佛個講但是唔是因為水嘅力還是好嘢嘅力還是親情嘅力還是有囝嘅力查某歸信了探出是啲快樂嘅位啲天頂是因為有家嘅力查某較出是啲天頂這裡ภิกษุ們是查某嘅5款嘅力所以都人查某安尼是這邊聽這個經要注意啦這裡5款嘅力裡面這裡頭4款嘅呢是何如世間嘅爽啦那講如啲世間愈就會歡喜啥物啦因為這個水是好嘢是有親情濟是有囝濟啦特別這個4款嘅力袂過濾愈歸信嘅時啦歸信了但係這裡有家嘅力會過濾所以啲就邊你看這裡5項物件裡面呢啲要緊嗰是愛有這個戒啦如果5個戒若是禁好好來佛教後擺出事了有攤起好嘅位啦你當今安尼水本好你死去了身軀所變就嚟臭那個臭鹹糊呢款無人愛了把你爛本上啦所以這裡是個教咱嘅戒好好來啦